繼續要來講找頭路，嘛要小心詐騙的陷阱。台中一個陳小姐佇咧網絡頂看到一個工作機會，只要代替人買物件，一個月薪水4萬2，還佫有全勤的獎金3000塊。原本伊想講是輕鬆的趁錢的機會，但是咧進行第一件面交的時陣，伊就感覺無對同，所以就去報警。警方嘛馬上來追查，對方嘛有知覺，馬上來取消掉面交，也就是講。陳小姐在不知情的狀況下，差一點變做詐騙集團的車手。一個月薪水4萬2，全勤閣有3000塊獎金。工作內容是做銷售啊，工時正常，也閣有年底獎金加3節禮金。網絡頂出現輕鬆的雜車啊，找頭路的陳小姐隨去互啥着？文件的收送啊，然後寄信啊那些的，就是很單純的外務工作。陳小姐頂一份頭路，內容甲這真相共，也毋過薪水減半寡。如今看到這麼好康的工課，伊隨甲對方聯絡。加當工收到對方的留言，而且佇5月初5派互伊偷一份工課，賣水高麗鴨到烏節的高鐵站面交。因為從頭到尾攏無看對方的人，陳小姐感覺怪怪，就報警。對方也真買車，遂取消面交。陳小姐險啊，就成做詐騙集團的車手。先跟他們講說我沒有錢，後來就匯了2000塊給我，我就覺得有點奇怪。舌頭攏也袂做，就先收着錢。陳小姐愈想感覺愈怪奇。真的照他的指示去拿了東西，然後去送了東西，那基本上他就變成詐騙集團、犯罪集團的車手的共犯了。詐騙集團常以高薪、免經驗等話術誘騙求職者，實則誘騙擔任車手從事提領或轉交贓款等不法行為。網絡頂接了廣告真多。警方提醒，無路證閣要修成，無迄個好代。找頭路都愛透過合法的平台，針對要求提供口罩、提款卡或者是代收款項等等的情形，都愛提高警覺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，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